台中的中兴大学最近出现青皮道顶，互民众甲学生拢真惊吓。学校表示有连续接到通报，会确诊青皮道顶活动范围了后，请农业局来抓。台中市农业局表示，为2018年开始，全市逐年发现30到50只，去年伫中兴大学就抓到4只。 这只青道顶当尾溜拖咧，就伫咧湖边咧拍日。台中有民众讲，伫中兴大学内底中兴湖看到青道顶底下咧扫，实际来到现场，无民众讲有看到青道顶。这个角度看，就在那个树枝的两边。哦，它伪装在那里。哎，底下。哎，都在那里，大家会跑到树上去，你追它，它就跑上去了。 未少来遮运动的民众讲，毋若定定会看到，有时啊，佫会一摆看到几啊只。除了会烦恼青道顶去攻击人，嘛惊讲外来种已经拖入来市区学校，对生态会佫愈害。对于学生来说，可能是一种不确定的威胁，对，然后对生态也是非常不好的影响。对啊，我就觉得那个台湾生态会受影响，整个以后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 校方表示，最近热天确实有接到真侪通报，嘛有派人去确定范围，会阁通报农业局来抓。因为农业局是讲，对2018年开始，就咧办理调查猎捕的计划，当年拢会发现30-50只。对青道顶的喙甲骹脚来看，多数应该拢是人无爱吃，乱甲放杀的。前往协助捕捉。那在去年111年，我们总共捕捉了4只。 农业局研判，目前伫台中市也无发现到稳定的野瓜族群，而且真少有主动攻击人案例。民众若有看到，会当紧卡1999通报，市教会评估，看是要补助地方团体，也是发包来抓，防止青道顶愈拖愈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